那講到這馬這詐騙的手段是百款，這有的詐騙集團是利用便利商店寄物件，要限制你要寄啥物，結果就叫這民眾來甲黃金寄互因來投資，目前尚無13個人去用騙去。大背景就就前，倆教唆做的查甫人看到嫌犯一直哀叫，一直抵抗。刑警分幾路，佇台北市甲新北市陸續查到詐欺車手，所領的包裹裝有滿滿的黃金。新北市刑大調查，國內有詐欺集團架設假投資網站，誘騙被害人透過超商交匯邊交付實體黃金買股，用的方法就是講會當以當日現價並扣手續費，將黃金訂單變現金投資，隨後製作不實銷面獲利，互民眾真相信。詐騙集團常利用超商交貨變作為金流移轉管道，於短短1個月內即查獲50個詐騙包裹，新台幣1000萬元，黃金3.62公斤，總價值超過2600萬元。自今年3月到今，至少已經有13人報案，其中未少有會計師等專業人士，不過無排除防騙的金數更加多，總財損超過億。便利商店的很難去核對車手身份啊，也很難去確認啊貨品的內容啊，所以詐騙集團的確會喜歡利用這種管道來指派車手去取貨啊。針對交匯邊網頁，雖然明確規定禁止運送現金、股票甲黃金等物品，不過警方分析，超商並無有檢查的制度，即馬佇新北市閣較早翕頭一個以交匯邊處理不法獲利，規避詐欺。物流業啊，在配合這邊的部分啊，勢必要有更進一步的這個反制的作為。透過 Facebook 的管道出金，佔金額的38%。所以表示，整個虛擬資產已經成為詐騙集團很高度依賴的洗錢的通路。當然的詐騙方法，愛設法防範之外，未少會詐騙賊仔錢。後手更加防以虛擬貨幣洗錢，比傳統轉銷還是 ATM 出金速度更加緊，只需要6分鐘外。公司部分安怎合作防制，正做真重要的代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